今年的还是不多，你让这空结会还是多，没毛多的多，但是毛多的结会还是多，这个就是多高，工作的。接见各界人士，转达党中央、国务院对各族人民的问候。在这个两个文明、4个现代化的建设方面，你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非常的高兴。检阅武警战士，视察公检法机关。班禅副委员长希望人民的卫士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建设中做出新贡献。공정 그거 그때 저거 리기바 소마는 차킨 아니 rum보체라 가든 체초아요. 雀儿山海拔4900多米，是川藏线上的一座坡陡路险的山峰。为了使川藏线畅通无阻，破路的道班工人常年忘我地站等在这里。雀儿山5道班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个道班曾荣获过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列德驻塔向工人们赠送了慰问品。34年前，在修筑川藏公路、打通雀儿山的施工中，解放军某部班长、共产党员张福林同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班禅副委员长向烈士墓敬献了哈达。这个是委员长吩咐的。班禅副委员长十分关心甘孜州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视察了民族贸易公司，对公司货架上摆有丰富多彩的民族特需商品感到满意。藏医是祖国医学宝库中有待进一步开掘的瑰宝，和藏学一样，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外医学界的广泛重视。班禅副委员长视察赫达和德格藏医院。